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检警出入到北北会馆的私人招待所，引发着大风波。经过调查，总共有26个警官防调职记告，传出这个关键人物就是台北市的前议员辜美凤。辜美凤讲，有投诉人转予伊北北会馆监视器的画面，有翕到警官甲正常高层出入这个会馆，伊已经把画面交予警政署的督察室。美丽岛电子部的董事长吴子嘉过来压料，讲出入到北北会馆的警官唔那只尔尔，伊批评警政署长黄明昭是选择性办案。吴子嘉讲，等伊纠正了后，会伫过年后来公布。警政署是来强调讲，这个证据够大，都办够大，绝对无选择性来办案。这个在政风是调查当中，我就不讲话了。好，谢谢。北北会馆的风波扫倒一个警大校长提早退休，佮扫过26个现任的警官记过调职。资深的媒体人讲，唔哪只黄明昭为了要搞自己的警察，他自己本人去跟人家拿录影带啊，提供录影带的人在旁边啊，还有没有曝光的名单？黄明昭故意选择性办案嘛？警政署长黄明昭和基层讲是黄顺官，即摆伊佫亲身出马办案，和外界人讲这是政治拍手，背后其实是已经清晰的行政院长。你的财政权跟你的人事权立刻冻结，这个叫做宪政规则。苏贞昌破坏宪政惯例，然后黄明昭配合他，明后天我就把你书信的给你公布出来。资深的媒体人辜美凤嘛有投诉人转告差不多几10笔，包括各界警官也有其他的政商的高层。出入北北会馆的画面有正信，就是一个转折点啊！先要清干净，才有重振警风啊！警察的自我要求要比一般人更严格。这一次88事件的彻查呢，是恢复警纪的最好的时机。违反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，依照警察风纪实施的规定，这是无正当的忏悔。警政署再次强调讲，绝对会破除正面，追究到底。证据有偌济，就办偌济人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